讲读上帝话。今仔日要看的圣经是罗马书第5章12到第21节。闹带圣经的兄弟，请掀开175面，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做伙来读。所以，信罪对自然的了解，死也对罪，安尼死偏偏竟然竟然无犯罪，因为律法带来是罪性的世间，独无路法的罪就无生效。拢是对阿当教，我犯罪，亲像阿当，着敬人的法，死也拢管下因。阿当是教对，那是最高的文字，因为要对一个人的罪过。最难死，上帝稳定，我比耶稣一个人稳定中的小，充满伫正人啊，佮对一个人的犯罪，也我比文字，因为审判是对一个人佮伊老的，但是文字是对罪过。顶到犯罪，因为那为着一人的罪过，死着对一人的痛，何况才会受回礼，他伊的恶充满的，要对耶稣基督一个外的中间罪王，安尼亲像对一摆的罪过。我好到见人受定罪，就对一摆的所行，也到见人受灵但得着法，因为亲像对一人的为互见人的有罪，就对一人顺顺叹，互见人的有为的，安尼各路快乐去，要互罪过甲天地济，总是罪过济济，就稳定伫正一法充满，就是亲像济平安，也互稳定伫世哦，因我。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效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牧师要讲分享的信息是基督赦罪的恩典。下面时间交予牧师。基督赦罪的恩典，咱三当心来祈祷。我哋主管的上帝，阮只是过来一摆，要伫你的话的顶面，伫遮三个来学习，所以当透过你的话，阮来警醒、来反省。特别是这个真通欢喜的日子，就是主你要降生阮遮咧避难的中间，主看你，互阮过来一摆亲热的临捌你，特别伫你的话顶面，成就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不但帮助阮，帮助阮的亲人朋友，也帮助阮四周围更较多的人，因为临捌你的话，得到大大的恩典。主看你特别过来一摆，甲阮三角地地，阮遮准备阮的心。以及阮的灵，要一只来听你的话，看你特别教阮三个地地，阮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们，大家平安。今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点到第3期知识的6节上顶宣告甲喜乐，那咱要宣告什么呢？宣告上帝对人类宝贵的应允已经实现，这应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将人类对罪甲死亡的捆绑中间，伫遐将咱拯救甲赎回。
嘿，即个咱知影，人若被罪甲死亡捆绑，那你咱性命要有啥物通喜乐咧？要有啥物通望咧？最近有一个真热烈的新闻吼，一再互人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真正出名的作家琼瑶，了是讲有人咧看吼，伊伫84岁安怎？烧炭呀，真可惜哈！相信真侪人无法度理解，无法度明白，这位琼瑶女士已经拥有世间的人所欣赏、所渴望、所追求的一切，有名声、有地位，也有财富、金钱，甚至有啥物爱情，伊逐项拢无欠，总是。为什么竟然用这款的方式来结束家己的生命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以伫遐来失去活落去的信心甲勇气呢？其牧师若去看阿快姐吼，你敢知阿快姐即马几岁无？啊，99岁。伊特别甲牧师讲哦，牧师，你敢会当替我祈祷，上帝当时要调我转去吼？这是有信心、有信仰的人，有追求的人，伊所咧期待的。上帝啊，会经调。所以伫遐若真认真的活呢，伊的师母甲我讲，牧师啊，爱定咧讲，牧师你甲祈祷讲上帝调伊转去，爱拢真认真的安那，咧活，吼，牛筋啦，吼，吟诗啦，吼，好乐啦，吼，充满着喜乐，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伊的表现，吼。会当互有信心啊，搁活落去勇气吼。咱伫遮知影，就是琼瑶女士，伊是一位无神主义者。一位无神主义者，伊所拥有全世界上丰盛的一切，伊的心灵的内面，伊完全啊无法度满足，空虚的空虚，啊较无安全感。所以一个无耶稣基督啥侪稳定的人，伊的生命真正就是遮尔空虚的空虚，就拥有全世界。伊完啊，找袂到生命真正的价值甲意义。因为即个咱会知影，罪所带来伫世间人的苦难甲悲剧，咱看起来足光鲜亮丽，对无？的外表下面，伊完无法度了解罪所带来的即个拉惨甲误会。就算讲咱真努力、真认真、真辛苦的活着，所以当咱面对着无情的死亡的结局。这一生所感受到的，只是一场空的绝望。终于伫这个大降节第3主日，咱会当一只大声来宣告，唔免悲伤，唔免绝望，因为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已经已经来临啦。所以伊要将咱对罪甲死亡的捆绑中间，将咱救赎赎回转来，互生命重新得到自由，互咱会当来突破死亡。迈向永远活的国度，这种的信心甲望，现即个这是真重要的宣告，伫遮来点到世间人心中火热的望，和因为信来称作义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看见这个苦难的这个寒天时已经过去，望的春天必定来临，相信救恩会临到，互咱会当。伫遮对我靠的是咱干嘛山啊，大声来啊，阿罗上帝。现在姊妹受掠得到讨棒的上顶，特别伫旧约中，咱让照着犹太人因的经历，伫遮来看甲非常的清楚。咱知犹太人因为拜偶像，伫遐得罪上帝，直到受掠到伫巴比伦，诚做无君。蒙古奴，了后咧，因得到讨棒，转来到故乡，伫这蒙古的苦难中，因若是甘着目屎伫上帝面前表达深深的悔改、忏悔、恳求赦免，所以伫上帝的面甲看过下，整个的民族经历着苦难后的喜乐。所以伫这个大感情的季节，咱也要享受到上帝
的救恩甲应允，将实现的喜乐。所以咱会当靠主常常喜乐。这种的喜乐并不是无忧愁、无赶路的，事事拢顺利快乐的。你是伫这苦难中，又会当坚定无忧愁，袂当被抢夺的喜乐，更加是超越苦难的喜乐。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拍赢、拍败这个罪甲死亡，已经对死国活，为了咱开出一条永远活的道路，要将这永远的平安伫来享受予咱。因为安尼死，咱会当超越死甲环境的喜乐。这就是耶稣基督做至宝的喜乐。咱今日咧读这段罗马人书，这段圣经节，若要讲解起来，无啥简单吼。恁都读明白，读清楚无？那读有哇，牧师足欣赏的吼，足钦佩吼，无简单哦吼。所以牧师只会当用较亲民的方式，互咱兄弟当明白，啥物是基督赦罪的恩典。愿圣神即时临到伫咱的心上来动工。互牧师伫遮所讲的这段经节，会当互你更加清楚。兄弟姊妹也会当听得更加明白。通互咱对基督的赦罪恩典中，脱去即个颠判咱的见笑甲失败，勇敢按照上帝所要享受，互咱的荣光尊贵来前进，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甲平安。伫罗马人书5章12节，直接安尼讲。所以，亲像罪对一人入世间，死也对罪人，安尼死偏偏到伫正人，因为正人捌犯罪。伫保罗对12节开始来论述，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因为顺探家己的肉体的需要，地教将罪带入这个世间，真侪全人类会会原罪。第二个亚当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顺服上帝旨意，甚至甘愿放下家己的性命，就伫十字架消灭罪甲死亡的关系，为了咱全人类带来新的生命。所以真正讲，罪对一人入世间，这个一人所指的，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伫遮若讲甲夏娃加入来，两个成做一体，就敢一人共样。因为因为贪心甲骄傲，违背上帝命令，罪会产生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无信任上帝，无信任就袂就袂有敬畏，无信任就真侪的心机伫计算，无信任就会产生贪心甲骄傲，互人的心中会痛，伫来消失，只存到什么利益的考量，对当罪就生出罪。最近有一个新闻咧，讲起一个富人人甲伊查某囝，因为互诈骗集团欺骗投资，结果损失1200万。1200万讲的不得了吼！去警察局报案，反正去警察讲甲踢球，遮尔戆我毋知有讲一句无啦，那袂去死死的哦。所以伫这心灵受伤的下面，到尾真正行绝路。兄姊妹，咱来知影诡诈欺骗是罪。因为贪心而被欺骗也是罪。真做百姓的保姆警察欠缺同理心，随喙踢笑也是罪。一连串的罪，递到悲剧伫遮来发生。因为这个圣经直接讲，无义人连一个都无。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讲：偏空咯
无好人。罪是死的毒钩，死佫是罪的工具。所以罪甲死是安那结连斗阵的。所以全人类拢拍伫罪甲死的关系下面。所以想要解决即个罪甲死的问题，袂当单单对外面的行为追求即个解决的方法，必须安那对咱内面的性命来着手。咱只要感谢上帝，因为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特别是十字架顶就着死，败坏迄个将死权的，就是魔鬼，并逃亡遐的一生，因为惊死成做奴仆的人，所以伫遮咧求圣神帮助咱，借着主耶稣基督脱去即个罪的捆绑，无搁再互即个罪甲咱控制。会晓呐，敬畏上帝，尊重人，成做真正自由的人。保罗煞则安尼讲，因为律法未到的时，罪已经伫世间；独独无律法之地，罪就无算数。总是对亚当甲摩西，连遐个无犯罪，亲像亚当犯了禁令的款呢。死也拢管辖因。亚当随后教的相对。罗马人书5章13节到14节，只讲有一人啦，行入去超商吼，咱遮即个超商叫啥物？咱全家吼，爱入去安那，伊就甲物件摕来食吼。但咱拢知影，你若要食就安那。你得先付钱才当食，啊，这店员甲讲吼。啊，不过迄人安怎讲？啊，恁电视毋是安尼讲？全家就是什么？我家啊，阮家的物件我袂当食呀。为啥还爱付钱吼？兄弟妹，咱知影伫以前是安那，所有物件会当共用吼，房屋公用的社会，你会当免讲啊，摕起来。就会当随便安那食吼，这互相的嘛，甲伫厝内共款吼。你的物件哦，我也会当想要食就食，这真自然的代志。所以伫这律法啊明确的规定，哦，这个物件毋是你的，这是安那，这个人的。你若无经过主人的同意安那，你就甲摕来吼，迄个啥物的，迄个算偷吼。所以随便摕别人的物件，这就是犯罪。爱受安那处罚的吼，这是律法，法律已经规定。台湾骑机车爱戴安那安全帽吼，啊你若无戴安那去互抓着，你来罚钱吼。哦，这条律法，吼。但是伫外国呢，我去外国吼，我这边去泰国遐，你敢有戴安全帽？啊？我拢无看，有诶有啦，有诶无啦吼。所以因无迄个律法的规定啦，所以因安那，因就无警察无咧甲你掠吼，无迄个法律吼，无即个强制戴安全帽这条律法，所以吼，安那都袂去用法。不管咱戴安全帽啊，安那对咱有保护无？所以咱知影有时律法的规定是要保护啥物？保护咱人吼，啊这是真特别吼。啊，你若无伫，若发生车祸，死亡的几率就较悬，真侪。哦，所以咱知影律法制定真正是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减少车祸产生的死亡。所以咱会知影上帝制定律法，互人伫遐来遵守，也是共款，是要帮助咱行伫即个蒙恩得福的道路顶面，就那像这个交通规则，遵守就当得到平安到厝。哦，啊，你若伫遐啉酒开车吼，还是无遵守交通规则吼，不但会互家己啊对着损害，也带别人灾难。总是就是有律法，人还阁属啥物诶侥幸哈，反正警察也无看到，不要紧吼，咱拢常常有即种诶心理吼。我若无遐尼衰去互掠着吼，即个啥物？这就是犯罪甲被诈骗诶心理学。啊那。大家掠做家己真巧，啊，别人拢是安那，拢是戆人吼。所以咱咧求上帝，互咱有一颗谦卑的心，
会当啊知足享乐的灵，就无容易陷入罪的网络中，真侪受掠受害迄种的对象。伫罗马书5章15节甲16节，讲安尼讲，若是罪过不必温数，因为若对一人的罪过见人死，好让上帝恩典，甲伫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充满伫见人啊，佮对一人的犯罪也不必温数，因为审判是对一人递到定罪，若是温数是对罪过递到断罪义。这两节的经文真重要的意义是讲，上帝恩典超过咱的什么过犯。兄弟姊妹，咱会知影撒旦是非常诡诈，特别诡诈的所在就引诱咱犯罪，然后咧，或者冲突发生更较大的冲突。顶礼拜还有一个新闻吼，讲啊，搭高铁啊，坐什么？自由座发生什么？破水吼，怎啊伫遐混乱吼？讲啊，一对翁仔某带两个囡仔要去去倒位？台北听什么演唱会吼？伫即个高铁的店面，为着要甲囡仔坐同排吼，就甲另外一个人客协调好势，咁样换座位。不料伫即个交换的过程中间起来，交换一个查某囡仔怎啊怎啊甲坐落去吼，甲占去吼。当然人是交换，你甲我抢位吼，所以伫遐就甲伊伫遐交谈吼。即个交谈的中间沟通后，迄个查某迄个女的吼，伊当然啦，我就抢一位结果叫你讲你的位吼，当然真无欢喜就起来吼，无欢喜起来吼，毋知讲哪会讲摕水就啦，倒伫一个查甫囡仔头壳顶吼，互迄个查甫囡仔失控，伫遐乱骂吼，甲伊老母咧。无欢喜，摕一罐矿泉水拍开倒伫个查某囡仔头壳顶，就知影吼。即个查某囡仔倒伫伊个囡仔，伊就倒伫伊个头壳顶，就起冲突吼。伫遐失控，彼此责怪。当然后来双方弄完互相道歉啦吼。所以原本这是要去听什么？音乐会、演唱会，心情拄咧欢喜哦，无拍算安尼发生即个小可代志吼。我相信即种的心情拢被破坏了吼。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我毋知咱捌碰过即种类似失控的状况无？因为一个小可代志，第个互你规日无好的心情伫遐转来破坏了去吼，所以牧师咧看即段新闻的时候，感受到这几个当事者拢真随意，将伊家己的弱点将伊家己的即个受气情绪伫发泄出来吼。所以咱知影咱今仔日世代吼，今仔日人吼，真正是毋是压抑太大吼，迄个心理压力伤大吼，比较。小可代志就伫遐爆发来来失控来破坏伫遐来发泄所以结果即个冲突变更较大的冲突。如果咱换一个角度来想，较侪一点同理心，点在就毋免用时间去处理后壁冲突所发生出来的争议。所以这就是人性的软弱，最互人只敢徛伫家己的立场，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结果，就是相得一清，自损八百，彼此拢受伤害。兄弟姊妹，咱会知影人的本性，有时就是因为原罪抵到无够额的善良。
所以上帝去对咱有充分的怜悯甲慈爱。老人毋是故意犯罪，也是知影家己的错误原意，真心伫遮呐来悔改，这种知错会改的心态，是上帝所欢喜的。伊必定会包容赦免，因为伊有丰盛怜悯慈爱的上帝。所以伫这段圣经的中间讲到，人既然因为亚当一人的罪过，叫众人拢受祸害，行恶灭无。所以上帝就要挽回人行恶灭无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替人伫遐来赎罪，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互稳定真心灵教伫众人的心上。原本上帝会当毋免安尼去做，什么人做毋对，就什么人应该所受的审判甲严厉的处罚。所以上帝只知影咱会软弱，知影咱承受袂起这种严厉的这个刑罚，也知影咱孤零根本就无能力伫遮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特别为着咱来开出一条脱罪的活路。对当人若明白着罪的可怕结局，当人若想要脱离罪的限制，当人若想要重新得到新的活命，就会当来到世界求稳定、求怜悯。当人若伫遮会当真正谦卑来悔改，上帝就愿意因为耶稣基督，互人得到这个丰盛的白白稳定。这毋是咱应该得到的，乃是上帝白白的稳定。所以有一句话，咱爱真清楚，信徒来讲，信就得救，对吧？信就什么样得救，咱来记哩吼。这咱咧传福音内底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知影家己会软弱不足，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这份赦罪的恩典，然后当脱去罪所带来这个限制甲捆绑，活出真正有愿望、有喜乐的新的活命。这个保罗所讲，因为那为了一人的罪过，死就对一人做王，何况遐受恩典甲义的赏赐会充满的。要对耶稣基督一个伫活的中间做王啊！罗马书5章17节。所以遐即个死亡的限制，死亡是限制人上大的什么权柄？无一人会当赢过死亡，也是逃脱即个死亡。总是当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已经赢过即个死亡。咱只要活伫即个新的活命的中间，就当有啥物吞灭这个死亡的经历，这恳求圣神帮助咱，互这粒互罪所麻痹的心，搁再一摆再度伫遐跳动起来。正像以赛亚书55章6节甲7节的记载所讲的，就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伫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归应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应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今日上帝已经将这恩典的门已经大大为咱来开。耶稣慈爱的声音也不断伫遐咧呼叫着，来亲近我，来亲近我，来领受恩典。请问，咱也要继续享受伫罪中的快乐嘛？最后所已经伫十字架顶完全完成伊的使命，将咱对罪的中间拯救出来。伊不但是咱的救主，也是咱的君王，管理咱的心、咱的生活。所以既然可以拯救的，拢应该尊伊做王、做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愿意互圣神来更新咱内面的生命，行伫伊所要祝福的这条道路的顶面。而且咱感谢上帝，因为保罗
伊只安尼甲咱讲，安尼亲像对一摆的罪过，有地教正人受定罪，就对一摆义的所行，也地教正人受捏断，得着活。因为亲像对一人的违逆，互正人做有罪的，就对一人的顺叹，互正人做有义的，也是安尼。罗马人书5章18节甲19节，确实，身为亚当的后裔，咱伫亚当的内面，接受一切属于亚当，伊即个对路犯罪的性命。所以咱拢讲，咱若真正做基督徒，明白咱前有啥物的？有一个罪对亚当的即个罪，所以咱拢讲原罪论伫遮来讲起。所以来透过啥物的？耶稣基督世界所流出的宝血来洗清咱即个原罪，这是非常重要。同款，所以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当真做上帝的路，接受一切属于基督的新的生命。这一两条路，咱要行倒一条路，咱要选择倒一条呢？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咱要选择顺服上帝，活出伊的生命甲性情。最后保罗伊的结论，伊讲，佮加参律法落去，要互罪过加添罪罪，总是罪过罪罪，就恩典着安那。就恩典啊啦，伫遐一发充满，就是亲像罪捌罪王伫死的中间，也要有恩典亲像安尼对义来罪王，地到永远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人书5章20节甲21节，律法本是安那加参的，互罪过加添罪罪。这讲明律法甲罪的关系。伊颁布律法，毋是安那，毋是上帝愿意，只因为人有罪，却毋知影即个罪，所以上帝就引进律法。即个律法的功用，就是将即个罪显明出来，互人明白家己的败坏，甲无能，也因为安尼生转伫遐。转基督的救恩，就像咱伫高速公路开车，到底要路南还是北，这个标志拢真清楚，伫遐标明显明出来。所以你若要路南，结果你为北一直开，你安那，你都已经转来哦。咱知影高速公路，你若一连唔对都差足多因为我以前若捌开唔对要路南结果爬一年爬唔到去所以一年都几啊公里所以你来今仔爱紧回头转来免得一直错落去。所以上帝律法也是安尼，要引带人行正确的路，要让人知影错误，就要今仔紧爱回转转来。如果咱愈看见罪的可怕，就愈知影爱挖靠这个恩典。这样的滋味，罪关系虽然厉害，总是一直恩典的面前，只个会当显出上帝恩典的奇妙、丰富甲伟大。罪只个会当于死亡的范畴中掌权，罪无办法伫恩典的范畴中来掌权。所以咱感谢上帝，咱也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互为着听来出世，为着咱定世界的主耶稣，就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拥有上帝白白的赏赐、丰盛的恩典。不但咱的罪当得到完全的赦免，上帝还阁要称咱做义的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大降节的这个季节，咱来向世间人来宣告。这个喜乐的大好消息，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赦罪恩典，这个恩典
要行行死无的人有安全感，和枵我的会当得到帮助。灵内面的颂香诚济富有，和被见效失败之外的，重新得到什么的荣光甲尊贵。这愿上帝平安喜乐，常常满满伫咱每一位听候救主降生的每一人的心上。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来学习来明白。基督确实是圣罪的恩典，阮会当伫遐信，就要得到救。阮就要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主安的上帝，其实阮无做啥物，阮只有信靠、相信、倚靠你，阮就会当得到耶稣基督十架顶所流出的宝血，来洗清阮这个内面阿当所带来这个罪的因由。主，阮感谢你，也透过阮今仔日你的话，阮搁明白，阮人确实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可你会当互阮林仔只的更加谦卑，更加学习服侍伫你的面前，领受你更加大的恩典甲福气。过来一摆将阮本身今仔日伫遮所领受到的亲自经验伫主的内面的喜乐甲平安，也将这一切伫遐来宣扬、引传，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主，阮上帝，阮将这一切完全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